有啲嘢同呢一個張德江講嘅，咁我讀出我嘅聲明。毋忘沙士慘劇，結束中共專政。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今天訪港，不僅造成地盤停工、酒店、餐廳謝絕定位、金鐘灣仔大範圍封路等擾民情況，更令港人想起13年前的沙士慘劇。2003年，廣東爆發沙士疫情，時為廣東省委書記的張德江極力隱瞞，最後導致疫症蔓延至香港，奪去299條生命。沙士疫潮正是典型事例，說明專制統治必然為禍民生。本會認為中共專政必須結束，否則類似慘劇只會一再發生。事緣2002年12月，沙士病毒開始在廣東傳播，廣東省政府卻下令消息不得外揚，禁止傳媒報導。2003年2月，當時的省委書記張德江及省長黃華華才透露逾300個案確診，但同時宣稱疫情已受控制。結果，沙士疫情擴散全國，並於2月底傳至香港。最後，沙士疫情在香港導致1755人染病，299人死亡，包括6位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和2位私家醫生。不想回憶，未敢忘記，香港人對張德江可謂苦大仇深。不僅如此，張德江擔任廣東省委書記期間，也為當地人民留下血淚斑斑的政績，包括張志剛案、大石村案、汕尾東湖村案、整肅南方都市報、梅州興華抗難，為官至此，張德江征途卻扶搖直上，坐上中共政治局常委第3把交椅，充分說明政治體制的醜惡腐敗。張德江一個人的所謂政績，便足以證明中共專制統治對人民的傷害。今天他厚顏無恥來港巡視，會必定盡一切努力撕開和諧的假象，為香港人民及中國人民發聲。梁振英下台，撤回831決定，還我香港普選，結束一黨專政，釋放政治犯，全國實行普選。社會民主連線2016年9月17日。毋忘沙士慘劇，毋忘沙士慘劇，追究張德江罪責，追究張德江罪責，撤銷人大831決定，撤銷人大831決定，我要真普選，我要真普選，無需中共批准，無需中共批准，結束中共專政，結束中共專政，全國實行普選，全國實行普選，釋放劉曉波，釋放劉曉波。釋放劉曉波！釋放劉曉波！釋放
留少少力，因為聽日我哋有2場，冇人接就燒俾張德江。1、2、3。喂，師姐，唔好意思。好。隱瞞沙士疫情，隱瞞沙士疫情，張德江罪該萬死，張德江罪該萬死。我要真普選，我要真普選，結束中共專政，結束中共專政，撤銷人大831決定，撤銷人大831決定，立即實行雙普選，立即實行雙普選，全國實行普選，全國實行普選，結束中共專政，結束中共專政，張德江大話精，張德江大話精，梁振英大話精，梁振英大話精，一齊食飯港人冇運行，一齊食飯港人冇運行，撤銷831決定，撤銷831決定，還我真普選，還我真普選，釋放劉曉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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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釋放所有政治犯，釋放所有政治犯。張德江收嘢啊！收嘢！攞埋聽日攞埋聽日8點半加計會。好，各位嗱，各位朋友，我哋而家就呢一刻無需要同呢個警方有呢啲不必要嘅衝突啦。我哋得為數幾十人嘅示威者，有數百個警方包圍咗呢個禮賓府。嗱，我哋聽日咧就有2個示威行動嘅，都希望各位朋友同埋都希望傳媒可以提醒香港人。聽朝早8點鐘喺灣仔家計會門外集合，就遊行去呢個灣仔會展中心，就向呢個張德江呢個高峰會咧就示威嘅。跟住之後，我哋傍晚咧放工時候6點鐘至8點鐘咧，都會喺灣仔會展附近。而家定咗個示威區就應該喺呢個中環廣場附近，亦都有呢個集會。我哋嘅訴求同樣係叫張德江躝屍趌路，結束中共專政。我哋要全國實現普選，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。而喺香港，我哋亦都要實現真普選，梁振英下台。嗱，希望各位朋友聽日預留時間，朝頭早8點鐘灣仔家計會集合，同埋夜晚6點鐘直接去到灣仔會展旁邊嘅中環廣場嗰度示威區，參加由社民連、支聯會、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合辦嘅集會。咁我再希望喺度講一次啦，就係大家睇到張德江係受到重重嘅保護。咁香港人想係向佢表達意見係唔容易嘅。我哋社會民主連線為咗向佢表達意見過橫額，咁都受到警方嘅阻撓同埋呢個拘捕。咁我喺度呼籲，聽日香港人盡量係揾件黃衫出嚟着，黃色嘅嘢，同埋帶黃遮出街，係用一個大家集腋成裘嘅方法，係表達香港人係對張德江隱瞞疫情同埋做呢一個831人大決議嘅抗議。我希望大家係能夠咁樣做。好，係咁多。警方咁而家我哋可以喺向邊個方向走？可唔可以安排下？幫手安排下。如果唔係，我叫我嘅航拍嚟吊我走。有佢得。好啦。咩啊？行去嗰邊啊？行啦！我哋行邊度啊？邊啊？真係喺邊度啊？